第三世多杰羌佛。南無觀世音菩薩。我以至誠之心繼續攻讀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，借心經說真諦第二部分，借經文說真諦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。當然，到咗解脱大手印嘅境行部裏面，有一種佛特殊嘅加持之反照或境界，嗰個係另外一回事，係佛力嘅特殊加持。比如維摩詰，佢曾經將妙喜世界諸菩薩和佛陀都搬到呢個世界嚟，讓當時嘅行人、菩薩和阿羅漢們等親眼睇到，親身納入，就響現場。呢個響密宗裏面都係冇咁樣至高嘅法力加持嘅。呢個法嘅無上加持力量，為佛陀和妙覺菩薩先至具備嘅。據我所知，響我哋嘅呢個娑婆世界密宗裏面冇佛陀。如果係佛陀，就只有佛教，冇乜嘢呢個宗嗰個宗嘅。宗裏面只有派別嘅宗師，佛陀唔會有宗派傳承之分嘅。嗰個係祖師們幹出嚟嘅事。佛陀同妙覺菩薩如觀世音菩薩先至有咁樣嘅加持力，乃至當場讓你得到相應成就。可惜我知道有咁樣至高鼎盛嘅法，但現在我只能同同學們講講而已啊。至少目前我講唔出呢個至高鼎盛嘅法，莫如就話唔懂吧。到咗此時，此本合一，就係講佛性和真空妙有，佢哋都係一回事。本無二諦可得，本無有相可滅空，本無相可住入，空色一味。正等呢，佢又叫做正遍。正遍呢，就係正確地了知，了知一切萬法不外乎一心，遍及一切萬法都不外乎一心。正覺又名正知，正覺呢，佢又叫做正知。正知者即了知心生萬法，就係話心所產生對於外境和內境嘅一切法相，故不外自性本來面目，就係將外面嘅一切幻有都化為咗真空，外邊嘅幻有本身就係真空嘅本來面目。在深化中道中，自己就照到呢啲本來面目都係無異無分嘅佛性之體，於不執着之中，自然進入般若嘅諦道啦，就叫做自照正等正覺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就係超過九界而獨尊無上正等正覺者。六凡眾生一切有情，不悟觀照般若，照見實相般若，故不得覺。就係同同學們講啦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係超過咗九界而獨尊嘅無上嘅正等正覺者。咁樣六凡法界嘅眾生就係一切有情識嘅，佢哋呢就悟唔到觀照般若，因此就冇辦法照見自己嘅本來面目，就更照不了實相般若，以般若嘅智照去切見呢個實相嘅境，達唔到呢一步，所以就不可能覺悟。對於外道嚟講，外道啊，佢哋係知道禪定嘅，但係不知本源一成平等中道嘅理，就沒有正覺。呢度指嘅外道啊，同學們啊，就係所有一切修外道嘅。咁樣外道，我要同同學們講一下啦。歪門邪道亦叫外道，正解做好事嘅，唔懂佛法嘅，所謂修仙道嘅，亦叫外道。指個外就係唔明白佛法真諦嘅，都叫外道。甚至於修學我哋佛法而於偏見當中得功夫嘅，執着聖境嘅，乃至於響佛教當中所得到功夫而唔明白本性自身嘅，都稱為外道。你哋唔好以為呢個，哎喲，外道都唔係學佛嘅，學佛法嘅就唔叫外道。
唔明白般若嘅人都叫外道，何況唔係學佛法嘅，何況係嗰啲想學神仙煉丹嘅，只知道升天嘅，想學其他嘅各派教嘅，佢哋唔知道般若，亦就係講唔知道我哋人啊和所有一切生命和呢個宇宙啊，佢哋之間都有一個共同嘅唔會生唔會死嘅常如不動嘅體性，而能產生呢啲妙用嘅真正嘅我。講到相互之間有一個共同嘅佛性，呢個道理對阿羅漢同初登地唔高嘅幾地菩薩都係唔懂嘅，更唔係以一個人嘅學問思判測度分析能體證得了嘅，亦就係非凡夫思維能明白帝道嘅。其實響現實中，每一個人嘅成就高低、明心見性都係獨立嘅，因此從直覺觀鑒上，佛性就成咗每人有一個，有幾多眾生就有幾多個佛性。咁樣理解似乎十分正確，其實正確與否係因正道者嘅深淺而論嘅。咁到底有幾多個佛性呢？有無量個佛性嗎？呢啲佛性都存在於法界宇宙中嗎？如果咁樣嘅認知，咁絕對係唔懂佛性，未有證到圓滿佛性嘅外行啦。最多係一個小開渠菩薩而已。咁樣只有一個佛性嗎？呢個又係外行啦，根本唔係一個佛性嘅概念。再講落去就對牛彈琴啦，聽唔懂啊！你哋同學們，我稍稍嚟提示你哋一下，當明心見性嘅時候，嗰個叫紫光明現前，嗰個係自我嘅證悟，我見性啦，我明心開悟啦。響呢個基礎上進一步深入，就會冇光明現前，此時會此本合一，本覺一體，就能切證眾生之間存在住嘅係乜嘢樣嘅佛性啦。我講到呢度，你哋就要慢慢想我講嘅話啦。上師雖然係響度同你哋講真諦之理，但係實質上係真正嘅響度講俾你哋聽，當下就係有呢個東西存在。我用東西呢都係一個代名詞咯，其實呢個東西二字都不可得，不可得嘅。只要有所得，即是凡夫心性分別有為之德，根本就脫離佛性啦。咁樣外道由於唔知道自己係有本來面目一成平等中道嘅呢個道理啊，所以先至未有覺悟嘅，先至不能了脫生死嘅。呢個係指嘅外道，記住，指外道唔係指嘅邪道，而係離開般若之外嘅道。二成境者，二成嘅境界呢，就係講羅漢二成境界啊，明了真諦之理，佢哋明白咗真諦嘅道理，明白咗佛性嘅道理，明白咗人與宇宙之間，一切有生命嘅與宇宙之間都有一個共同嘅真理。佢哋能體會到前念已去，後念未生，於中不執空相嘅最基本嘅道理，由呢個基本嘅道理翻入初參重關。當然我係以顯宗嘅境界同你哋講嘅，然後再進入牢關嘅境界，證到人我之空，但執於法執，但係有法空仲未有斷，認為都係自己正嚟嘅，所以講就將法執住啦。雖然稱為正覺，但仲未證悟一成平等嘅理，故非正等正覺。所以唔係正等正覺，就係講羅漢證到呢個道理，亦不能稱為正等正覺嘅。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《藉心經》說真諦，今日就恭讀到呢度，無限感恩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。